看到呢大海嘅蜂擁係係生命都十分恐怖啊！看到呢係變身，看到都唔係恐怖啊！嗱，我嘅聖經講出呢個箴言書1:27有人講到，係講有恐怖嘅蜂擁嚟到呢個神法，嚟到呢個面前，有危險嘅，有大風險嚟到呢個家小。佢講係講有各樣危難，各樣擔心嚟襯托呢個生命中呢個神法，嗱，即刻都冇辦法。嗱，每日人世間喺度有各樣嘅蜂擁嚟到自家嘅生活中，嚟到自家嘅家庭。蜂擁講咩啦？蜂擁出嚟講個恐怖嘅問題，恐怖嘅痛苦，因為煩惱嘅出嚟蜂擁，從一海嘅蜂擁用緊嚟到自家嘅生活中。哎呀，乜嘢呢？就係要日謙卑嘅心，在詩篇記121:2-3樣講到，我嘅救主就從呢上帝造天造地嘅上帝，係講自家寫嘅，自家求嘅，佢祝福自家，佢帶自家嘅腳係講唔係有痛，佢冇本自家嘅腳有痛，意思係講佢本自家強嘅力量在呢個心中，佢冇本呢心中有痛。也冇本嘅信心有痛，因為上帝思想將是假嘅，冇誰冇愛上帝，意思佢每個小事大家同齊，聽樣嘅自家而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有造天造地嘅上帝，所以在耶穌基督裏面，自家求佢，自家嚟佢面前禱告，因為蜂擁嚟到呢個身份，蜂擁嚟到呢個家小，而求佢，佢冇本嘢。有同，因為佢嘅同齊，佢帶你過節一切嘅蜂擁，佢帶你過各樣嘅問題，帶你去得勝嘅路，帶你去勝利嘅路。上帝耶穌基督祝福大家，阿門。